2026年的夏天，對於謝家而言，似乎格外漫長。7月的暑氣旋未散盡，謝賢離世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漣漪一層層向外擴散，至今未曾平息。人們船未來得及從這位香港影壇傳奇人物謝幕的感慨中抽離，另一場更為私密也更為空衷的家庭波瀾，便借着8月的熱浪，猝不及防地席捲了所有的娛樂頭條。8月2日是謝震軒，那個被大眾喚作 Lucas 的男孩19歲的生日。這本該是一個成年的延續，一個充滿奇苦的新起點，卻因為一個缺席的身影和一句冷冷的回應，將父子間那道若隱若現的鴻溝徹底暴露在了烈日之下。像柏之像過去的每一年一樣，合着零點，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段精心剪輯卻毫無華麗排場的視頻。沒有觥籌交納的宴會，沒有喧鬧嘈雜的明星堆砌，鏡頭裡只有一張鋪着溫馨桌布的餐桌，一個特意定製點綴着吉他圖案和音符的蛋糕，以及他與長子之間旁人魔法插足的默契。視頻的最後，那個已經長到1.8米幾，眉眼間幾乎浮黑了謝霆鋒年輕時的俊朗與不羈的少年，主動俯下身，緊緊抱住了自己的母親，用低沉而清晰的聲音說：我想去擁抱你，因為我愛你。畫面穿插着他幼年時用奶聲奶氣的童音說出同樣話語的錄音，時空交疊，那份流淌在母子間10幾年如一日的依戀與信賴，瞬間擊中了無數圍觀者的心。評論歐的祝福與感動如潮水般衝來，然而在這片溫情脈脈的景象背後，一個巨大的沉默的空洞，卻顯得格外刺眼，那是築於父親的位置。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嗅覺敏銳的媒體將長槍短炮對準了遠在澳洲的 Lucas。這個剛剛獨自踏上異國求學之路的少年，被問及生日當天是否收到父親的祝福，以及如何看待父親在公開場合的又一次缺席。面對猝不及防的鏡頭和尖銳的提問， Lucas 停下了腳步，臉上的表情沒有波瀾，也沒有憤怒。他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斟酌一個最不具殺傷力的詞彙，最終只從口中冷冷地吐出了4個字，卻瞬間讓全場炸開了窩，也讓這場父子之間長久的冷戰，以一種極其殘酷的方式，被撕開了最後一層體面的遮羞布。這看似只是一次生日祝福的立位，實則是積攢了10幾年家庭裂痕的總爆發。要理解 Lucas 那句冷冰冰的回應背後承載的重量，就必須將時間的指鉗撥回到那個看似圓滿的開始。2007年 ，Lucas 帶着謝家與張家的麥千寵愛出生，爺爺謝賢喜不自禁，甚至不惜為他放下寄了大半輩子的摩托車，安心享受含飴弄孫之樂，更在無數場合篤定地宣稱，這個長孫將來必是謝家的接班人，是要進入電影圈的。那時的謝霆鋒初為人父，也曾為兒子買下千萬保險和基金，似乎一切都在向着幸福的軌跡運行。然而，這一切的溫馨與美好，在2011年風之婚變後戛然而止。Lucas 4歲那年，那個完整的家散了，他和弟弟謝震南的生活軌跡，從此便緊緊地與母親張柏芝捆綁在了一起。離婚後的張柏芝，以一種近乎孤勇的姿態，承擔起了撫育2個兒子的全部責任。他推掉了大量需要長期離家的工作，將生活的重心完全傾注在孩子的成長上。媒體鏡頭下的他，總是出現在學校門口、遊樂場、醫院，形單影隻卻又無比堅毅。他獨自一人帶着孩子穿梭在機場，左手牽一個，右手抱一個，肩旁懸掛着沉重的行李的畫面，成為了那個時代最令人唏噓又最令人敬佩的剪影。10幾年如一日，Lucas 的家長會、生日會、生病時的陪伴、青春期的情緒波動，每一個細微的成長瞬間，張柏芝都從未缺席。他用自己的隱忍和付出，在那個曾經被外界唱衰的命運劇本裡，硬生生地為兒子撐起了一片雖然不完美卻足夠溫暖踏實的天空。這次生日視頻中，Lucas 那一聲自然而然的我愛你，不是靠血脈就能換來的，那是用無數個日夜的守護、傾聽和擁抱，一點一滴澆灌出的信任果實。反觀謝霆鋒，離婚後的他，
事業迎來了第二春。從12度風味的謝大廚到英皇娛樂的搖剪樹，再到如王菲的世紀復合，他的人生似乎擺脫了婚姻的桎梏，在另一個雍道上活得風生水起。尤其是在如王菲復合後，他對待王菲與前夫竇唯所生的女人竇靖童，展現出了極大的耐心與溫情。媒體多次拍到三人同行，謝霆鋒與竇靖童關係融洽，甚至在公開場合為其送花籃，以霆鋒落款，盡顯親近。這份對繼女的用心，與他對兩個親生兒子的低調形成了鮮明對比。他幾乎從未在公開場合為 Lucas 和 Quintus 慶祝生日，社交媒體上更是拿覓父子同框的痕跡。即便是在去年 Lucas 18歲的成人禮，如此重要的生命節點，謝霆鋒依然保持了沉默。外界總試圖為他辯解，說這是不愛公開家事，說父子私下有見面，有一起滑雪，有在迪拜玩賽車。但這些偶發的被媒體捕捉到的私下相聚，與張柏芝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陪伴相比，顯得如此單薄，甚至有些蒼白。更何況謝賢的離世，成了催化這一切矛盾浮出水面的最後一根稻草。那個一直充當着謝霆鋒與信子之間沾合劑，那個始終在公開場合擁護着謝家體面，且對前人式張柏芝讚賞有加的老人走了。謝賢生前曾多次表示，自己這輩子只認張柏芝這一個人式，其遺囑傳聞更是將名下超90%的巨額資產留給了兩個信子，由張柏芝代管。這份遺囑與其說是對信子的偏愛，不如說是一位閱盡世事的老人對兒子謝霆鋒多年來在父親角色上缺席的一種磨聲的沉痛的失望。老爺子一走，擁繫在張柏芝與謝家之間最後的那條傳統紐帶似乎也松動了。Lucas 在處理完爺爺的後事後，遠走澳洲，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主修現代音樂製作。他憑自己的能力拿到了獎學金，拒絕了依靠父親光環的坦途，選擇了在異國他鄉做一個普通的拎着樂譜擠公交的留學生。這種決絕的獨立，被外界解讀為一種對父親世界的徹底切割。那個在澳洲被問及的瞬間，Lucas 的冷漠回應，不過是將這10幾年沉澱下來的委屈、失望與隔閡，以一種最直接的方式傾瀉而出。他長大了，不再是那個在父母離婚時懵懂無助的4歲孩童，他有權利選擇用怎樣的態度對待那個在法律上是父親，在生活裡卻若即若離的男人。當鏡頭前的他面無表情地說出那幾個字時，那不僅僅是對一次生日缺席的抗議，更是對一個父親這麼多年情感投入失衡的總清算。全場炸開的不是那4個字本身，而是這4個字背後所折射出的公眾長久以來對謝霆鋒作為父親角色的集體拷問。當財富無法填補陪伴的缺失，當對旁人的溫情映襯出對親子的冷漠，當爺爺的離世帶走了最後一絲回旋的餘地，那個叫做父親的身份究竟船剩下集麼？這個夏天，Lucas 用他的行動和寥寥數語完成了一場遲嚟的成人禮。他撕下的不僅僅是謝霆鋒一直以來的體面，更撕開了現代家庭關係中一個普遍而殘酷的真相：血緣只是關係的起點，陪伴才是親情的基石。婚姻的結束或苦是兩個人的解脫，但親子關係的擁繫卻需要父母雙方終身的投入。謝霆鋒或苦是個成功的藝人，是個深情的戀人，但在 Lucas 的世界裡，他最終活成了一個模糊的、偶爾在新聞裡才能看到的署名父親。而對於剛剛年滿19歲的 Lucas 來說，他的人生畫卷才剛剛展開。他選擇了音樂，選擇了澳洲，選擇了一個離聚光燈稍遠、離夢想更近的地方。他生命裡那些關於父親的空白或苦終將成為他創作靈感的來源，但也注定是內心深處一道無法撫平的暗傷。當輿論的風暴平息，熱手的詞條更替，留下的只有那個少年奔赴遠方的背影，以及那個始終沉默的關於愛的追問。這場圍繞着 Lucas 生日與回應掀起的輿論颶風，遠不止於一個明星家庭內部的私密糾葛。它像一面被驟然擦亮的鏡子，
精準地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對於父親這一角色定義的深層焦慮與集體審視。在社交媒體將一切無限放大的今天，公眾的憤怒與惋惜，與其說是鉗對謝霆鋒本人，不如說是鉗對一種普遍存在的被美化了的缺席式父愛。那種以為提供了優渥的物質條件，便等同於盡到了全部責任的陳舊邏輯，在 Lucas 那句冰冷的回應前，顯得如此不堪一擊。人們開始翻出那些被時間掩埋的舊文與畫面，試圖拼湊出一個更完整的父子關係圖譜。有人找到了多年前謝霆鋒在訪談中談及自己童年時的片段，他的父親謝賢同樣因為忙於事業和應酬，在他的成長軌跡中頻繁缺席。那時的謝霆鋒眼神裡帶着少年人特有的叛逆與倔強，對着鏡頭說：我小時候很少見到他，他總是在外面玩。命運似乎開了一個殘忍的玩笑，那個曾經在內心深處渴望父親關注的孩子，在自己成為父親後，卻以一種幾乎如出一轍的方式，將那份孤獨與疏離傳遞給了自己的兒子。這種代際間的創傷循環，並非謝家獨有。他潛伏在無數個為了生計奔波，或為了追求個人實現而犧牲家庭陪伴的現代家庭故事裡。只是這一次，他以如此戲劇化且赤裸的方式，被推到了公眾面前。而像柏芝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則提供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參照係，他沒有落井下石，沒有借機炒作，甚至在那條生日視頻的文案裡，隻字未提前夫。他只是在凌晨時分，安靜地分享了一份足於母子三人的溫馨。這種的體與克制，反而更襯出他多年來獨自撫養孩子的艱辛與不易。Lucas 對母親的那句我愛你，分量千鈞，因為他不是被要求說出的，而是在漫長的歲月中自然生長出來的。這個少年用最樸素的行動證明了一個顛簸不破的道理：愛從來不是靠血脈自動續費的，他需要一次次俯身傾聽，一次次深夜守候，一次次毫無保留的並肩而立嚟充值。當謝霆鋒在節目裡大談他與王菲之間的靈魂契合與生活情趣時，他或苦從未意識到，那個遠在澳洲的兒子正獨自一人在排練室裡為一個和弦反覆練習到深夜，而兒子的朋友圈裡只有母親發來的那句累了就休息，別太拼。更有甚者，一些心理學者和情感博主開始從專業角度剖析 Lucas 的冷漠回應，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情感防禦機制。當一個孩子反覆向父親的方向伸出觸角卻屢屢落空，他最終會選擇撤回所有期待，用冰冷的鎧甲將自己包裹起來，以保護那顆已經傷痕累累的心。那四個字，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而是一個少年在經歷了無數次失望後所能給出的最體面也最徹底的告別，對父愛這個概念的告別。他不再掙扎，不再自問，甚至不再憤怒，他只是平靜地宣布，那個位置已經空了太久，久到他早已習慣沒有回音的呼喊。與此同時，這場風波也悄然改變了大眾對謝霆鋒的認知濾鏡。那個曾經以廚神和深情男友形象俘獲無數路人緣的他，一夜之間被重新審視。人們開始討論，佢做飯的男人和願意為孩子做飯的男人之間，隔着多遠的距離？他在鏡頭前為愛人洗手作羹湯的溫柔，與他缺席兒子每一個重要人生節點的冰冷，形成了多麼刺眼的矛盾。這種矛盾不是簡單的低調可以解釋的。他觸及了一個人價值排序的核心。當一個人所有的浪漫與耐心都給了愛情，卻把責任與擔當留給了前妻和子女時，這樣的心情難免帶上了某種自私的底色。當然，也有聲音試圖為謝霆鋒辯護，認為媒體的放大鏡對他並不公平，或苦他私下為兒子做了苦多，只是不願公之於眾。但 Lucas 在澳洲留學期間的生活狀態，似乎給出了另一種答案。同學和老師的零星爆料顯示，這個少年幾乎從不提及自己的父親，他靠獎學金和課餘在酒吧駐唱的收入擁持生活開銷，衣着樸素，用的手機全是幾年前的舊款。他像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一樣，在異國他鄉摸索着生活的節奏。
如果父親真的在暗中提供了磨微不至的關懷，那個身處青春期末端的少年，眼神裡或苦不愧透出那般與年齡不符的、令人心痛的老成與疏離。這場聲勢浩大的輿論審判，最終或苦不愧有任何贏家。謝霆鋒的沉默，既是一種高傲，也可能是一種磨沖辯解的磨礪。而 Lucas 那句石破天驚的冷語，在宣洩了積壓多年的情緒後，留給自己的，恐怕也是更深更長的寂靜。但這場風波的意義，或苦正在於它迫使每一個觀者不得不去審視自己生命裡那些或濃或淡、或近或遠的情感關係。家庭從來不是法庭，無法用對錯來簡單裁決，但親情也從來不是一場不必付出就能自動懷得的饋贈。當 Lucas 背着他的吉他走進澳洲8月的暮色裡，身後是狗仔最漸漸熄滅的閃光燈，身前是未知卻由自己掌握的人生。他或苦已經用行動告訴所有人，如果不能擁有一個完整的港灣，那麼就用自己的雙手去做一艘能抵抗風浪的船。而那個被留在原地承受着輿論狂風驟雨的父親，是否愧在某個獨自下廚的深夜，面對一鍋煮沸的湯，想起20年前那個曾被他抱在懷裡對他露出無恥笑容的英人，想起那雙眼睛裡曾經毫無保留的信任與依戀。有些路一旦走錯，便再無回頭的燈塔；有些背影一旦目送，便是永遠的地平線。